自信其实很简单，自信是什么？大大方方的自卑。我有点不好看，我有时会偷懒，我不敢说话，这个话题我从来没有关注过，我见过的世面很少，这个东西我从来没有吃过。怎么了？你敢于大大方方地暴露自己的缺点和不足，你不把这些小问题当一回事儿，那么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了。当我们太在意别人的看法，就会活得特别的累。你会习惯性的在别人的眼光中扮演伪装，生怕自己不一样，而且会永远的担心别人看不起自己。但是一定要记得告诉自己，人生短短几十年，没有谁是完人，也没有谁是圣人。生活最重要的是舒心两个字，不要因为别人的眼光而拧巴自己。关注我，一起活出幸福人生。